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珠。新闻头起先，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1施行，美国总统川普有签署行政命令，公布要施行的新税率，要甲咱台湾扣20%的关税，比日本和韩国15%是搁较悬。总统赖清德拄则有表示，这敢若是暂时性的关税，会继续来协商。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东部时间7月30日正式签署新的行政命令，再一遍启动针对全世界贸易伙伴的大规模关税重整。根据白宫公布的上新名单，伫上新调整的附件1清单内面，台湾和美国列入20%税率国，甲印度、越南、斯里兰卡等国家排做伙。另外，加拿大自往美国的货品关税自25%调降到35%。白宫表示，这是为了要回应加拿大继续无作为加报复的行动。美国东部时间8月初1透早12:01开始，美国将会对还未甲川普政府达成贸易框架协议，60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实施新关税。Yes, and he will be signing an executive order at some point this afternoon or later this evening. August 1st, the reciprocal rates will be going into effect. If more deals are cut between now and midnight, I will never count out the president. You've seen him do it before. He cut 3 deals in one day very recently. 川普伫真实社群答问讲，伊甲墨西哥总统小恩保姆通电话正成功，汽车将会扣25%关税，并且对铜、阿鲁米钢铁扣50%关税。之前川普就讲，中国、加拿大加墨西哥无法度有效阻止芬太尼原料出口，而且大部分的芬太尼拢是经过墨西哥入去美国。是美国毒品泛滥严重的凶手之一。川普会甲芬太尼的代志甲关税交做伙，墨西哥出口去美国的商品继续扣25%。Mantenemos como estamos y son 90 días para seguir platicando, dialogando, construyendo.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已经连续几若天西南气流的大水雨，甲咱中南部是霜冻甲正忝。今仔日中南部和东部有6个县市部分地区是宣布德国中小停班停课。原来这雨是要落到当时，气象署是指出，明仔载到后礼拜一，又有一阵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中南部会阁上大雨，南部山区嘛有可能会出现比大水雨阁较强的雨。大雨落未停，南投信义乡的东坡头95线如果发生土石流，30甲地区也发生土石流，车无法度过。中南部连续几落天落大雨，而且雨也未煞。到了礼拜6、礼拜天、礼拜1这3天，又会有一波西南风再度的增强。除了在刚刚所提到的地方，还是会有大雨或豪雨。留意在南部的山区，仍然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气象署讲，这么雨拢集中伫咧彰化以南加华东地区，是雨量有可能会挖近40毫米。拜五包括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部分地区，甲各中小学停班停课，雨落未停。阿里山公路有一粒20吨的大石头伫山顶过来，挡在路中，互人看到就惊。把我们主要道路都让它可以用通，紧急抢修，不要让居民说受困在我们部落里面。另外，牛头火开水涨起来。江西梅山、太和、大理房自路有6个梅水灌入去真侪人体内面，分入的高坑山区有几多条主要道路，总共有20到30个所在土石崩来。因为大雨到昨晚10点，有11个路段进行有风性封闭。这土石流从山坡上冲泻下来，直接灌进4户民宅里面。这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狼藉哦。那这个现场土石的这个泥流厚度呢，至少有1个轮胎高。除了房子受损之外，还有一辆自小客也受困其中。伫台中北屯大溪山区有一个透天厝社区，7月30日早起9点外，后壁的山壁发生土石流，有4户的顶和6个梅水砍掉去。台中市水利局到现场，先清出通道，和民众出入。若是北屯、抑个丰原、雾峰真侪所在行政区，拢发生土石流加边坡崩塌的情形。市府为了要抢通，真无行。一那台里的一面国小地下停车场，水淹超过规个骹盘，车主赶紧刹车。水利署有包厢的工人，伫处理机房淹水的时阵去电着，脚只片加手20%电烧伤，送病院抢救。好在在即马状况真稳定。设备敢若是因为淹水漏电，将会派人去检修。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天气哦。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也是无稳定。气象署有对台中以南甲台东等等10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其中高雄屏东山区是红色的大水豪等级，那嘉南山区、高雄屏东平地拢是柑仔色的大水豪等级。咱来看分图。苗栗以南含东南部的山区，规工是无定时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中南部地区落雨的时间有较长，因为几若工拢是连续上大雨，所以若无必要请慢节往去到山区活动。另外，伫咧北部含东半部，虽然讲大部分是多云的天气，也毋过这过头雷阵雨的几率是有提悬，就爱注意这过头了后的天气变化。三日暗时，台20线高雄吉乐区也有桃园的交界，有一台轿车车顶有载5个人，可能是车路的路基漏气，害这规台车是摔落去山坎。警方是表示，这一车顶一口罩，赛车的是姓李的查甫人，伊有走出来喊救人，然后佮转去救某囝，自然呢就失去联络。经过搜救，昨是搜救人员已经有找到其中2个人的遗体。无人机画面的正中，就是姓李的查甫人一家伙赛车跌落去的崩山地点，也就是台20线81公里，对路面到坎卡150公尺深，差不多是10楼悬。3日一早起，搜救人员踏入后浪旁，用白扫的方式，偷偷切入去溪埔找找失踪民众。消防人员讲，姓李的驾驶家己爬起来喊救人了后，佮翻头转去救某囝，后来就失去联络。车顶除了伊甲太太，佮有一个3岁后生甲拄满月查某囝，以及太太甲真翁生的17岁查某囝，早起已经找到2具遗体。是往下，大概有150公尺到170公尺。那我们有搭设绳索，大概有3段绳索，到接触到第一位看到的罹难者，不完整的大体。那在距离大概20-30公尺的部分，有发现第2名受困者。因为山区的雨伤大，搜救行动伫10点半先划停，也有3个人失联。想要到11点时，6区的宝来里、新开、老龙甲桃园的高中里，有2559户出现失联，佮加上6区一直拼大雨。市府也对宝来做预防撤离，远近一户通知，359人拢先刷到温泉会馆休困。民众讲已经落3-4工雨，这拄咧想讲拢无停电尔，就随失电啊。咱的电有线路歹，伊唔知。现在咱这个宝来要去桃园，迄个道路也损坏了，他们的电力公司车又不能过来修理，没当过来修理。因为交通中断，台电换对另外一头的线路先送电，大约下到1点复电。目前台20线真侪大路断绑起，雨若无停，串流的溪水会持续冲过山坪，造成路基流失。为着要避免灾情扩大，公路局也紧急调来肉粽角，同时调派大型机具，针对交通中断的所在进行畅通。记者郭家珠、邱朝阳、高雄仓报道。台南市风台已经过尾1个月的时间了，台南民众这厝顶是也未收好势，也有2万多户。但厝顶的进度是干那一成，指挥所是表示，按算后礼拜就会厂商来斗3工。台南市风灾造成台南2万多户厝顶受损，这阵7股龙山材料家犹原有坐坐徛在厝顶用布棚咧压雨，较惨的是有的连布棚拢无搭，雨水拢直接灌入厝内，再后要1个月啊，厝顶覆盖率干那1成尔，主要因为受到气候无稳定，佮加上欠工严重，地势修复进度前着，天做大。灾民真无奈。咱无种的，我就安尼落雨多去压啊，无咩到啊，都人也袂当来迄个啊。即那走卡会啦，一大回家袂啊啦。哦，无大共款会滴。嘿，无大原来滴。哦，即个。后壁一间迄走卡拢休。经过了解，若要注文搭厝顶的厂商，即阵就要等超过2个月，平均搭一顶厝顶就要用5天的时间，加上建材材料嘛严重欠缺，为了要加速中建的脚步，分家南再后复原前进指挥所已经盘点全台施工厂商，统一材料定价，上紧后礼拜就厂商入去灾区协助修复。另外，市府即阵嘛招大学生做志工，要借由因的专业来让厝内清洁。我整这代志到今仔坐2-3礼拜尔，你上做嘛2间3间伊尔，你来别位外县市的入来啊。所以即摆就这样在内底拢在等着。系啊。
啊无你内底消化袂去啊。灾区仍然面临缺工，那因此呢，台南市政府除了持续的招募志工之外，研考会也针对具有丈量专业背景的大专院校学生，例如像建筑系、都市计划或者是营建等相关科系的学生呢，能够加入。但是防灾配合较大，已经有2个雷片组的病例，卫生局提醒民众清理家园时爱特别细腻，唔通互皮肤去绑着垃圾水，但是出现发烧、头痛等症头，就要赶紧去看诊。呼吁高风险族群，免疫力较歹的，就要做好防护，提高警觉。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先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今年调升中用礼金发放的金额，85岁到98岁的时段对1500块是压悬到3000块。另外，自9月初一开始提供55岁以上关注民和65岁以上的时段，会当免费注2剂的批转疫苗。再来看《自由时报》。市药署今年核准2款失智症的新药，其中一种是因为长期效益不明又搁贵，国际上大多数是拢无建议使用，所以专家是建议无买第入去健保的给付。再来看《联合报》，行政院会将有讨论灾后复原的工作，中央要编8亿清理灾后1.5万吨的石棉废弃物，但是桃园是表示这经费伤少，清理的速度是真慢，所以就呼吁中央爱来增加预算。日本在新北市新庄发现的命案，经过警方调监视器扩大追查，昨11点多总算是抓到人，目前是当地精神。这个命案的死者，互人钱伫咧行李箱，死亡时间有超过10天，但是身份不明哦。经过警方调查，22天的监视器画面，总算是发现到29岁姓陈的嫌犯，伫咧找人的时阵有拖一卡行李箱的画面。警方伫咧查案有抓到人。另外，警方嘛公布这死者的特征，伊身高大约是105至106公分，然后伫咧脚趾片是有插一支蜘蛛。警方是呼吁民众，若准失联的亲属有符合这款特征，就要赶紧来联络警方指认。进前去互林母虐待死亡的查甫囡仔凯凯，伊的亲生老母因为去互通缉逃亡3年多，即马这个姓刘的老母。昨暗伫咧台中刷单，互警方逮捕，改送去到新北地院嘛，互裁定羁押。你有关心你的小朋友吗？记者问伊拢无见，头用三角面捂掉的，骹步正紧入去发现，这位姓刘的女子就是查甫囡仔凯凯生母，30日暗时被改送新北地院归案。姓刘的女子29岁，2021年敢若是不满伊的查甫朋友另外交新的查某朋友。就招真侪人到因租税所在，甲这个查某约到厝内关4点钟，该虐待饲毒品。被害女子表示趁机会逃走报案，凯凯生母因此被警方逮捕，和新北地检署收押。案件起诉时阵，姓刘的女子巴肚已经有凯凯5个月，申请拒保停押核准，并且伫迄年的10月裁定3万块交保。验过伊囡仔生了所无到庭，弃保逃走，和发现通缉，囡仔凯凯交予外妈带。你知道小朋友受到伤害吗？姓刘的生母伫咧告案了后，承认知影家己的亲生后生凯凯做着不幸，因过因为被通缉，拢唔敢出面。台北市警方根据线报查出伊带伫咧新查甫朋友伫咧台中刷落遐，因过甲伊最近被掠这个姓林的查甫朋友讲，唔知影伊是凯凯生母，也唔知影是通缉犯。警方除了甲这位姓林的查甫朋友带回调查案情，也调查这个姓刘的生母走路的这段时间，是不是也有其他人甲伊斗相共逃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林团可能是利用这顺的集权，去主导台北市电子游戏场业设置管理自治条例修法，互保符合设立资格的业者会当免受到限制申请开业，对非法变合法。警方昨有去敲叶林团的议会办公室等17个所在，毛约谈叶林团，也有业者等17个被告和3个证人。叶林团透早是以500万的交保实施这电子监控，也有限制出境出海。手摕一撮物件拖开箱离开，真侪检调人员雄雄出现伫台北市议会，直接动去副议长叶林团的办公室搜索。
31这波行动检调兵分几啊路，超出17个所在，包括证人在内，甲10户的人带转去。因为刘备贵新处理后事无伫议会，也林团嘛得被告方约谈。我想希望尽快的厘清真相。专案是检方接到通报，怀疑也林团伫做副议长进前，疑似用即阵的机会，遭到台北市电子游戏场业管理自治条例修法，替无符合设立资格业者来护航，会当无受到限制申请开业，对非法变作合法。伊个洪指控讲，其实伊就是电动间幕后的实际负责人。他本来就没有在营业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登记到涉案的电动间，即马铁门已经拖落来，无搁对外来营业。但是事实上，早就伫咧真侪年前，立委黄国昌就捌贴鸦片来控诉讲，也林团乌白用职权开后门，互家己非法的电动间变合法。本来是非法的限制级电子游乐场，竟然变成了合法。隐身在幕后的主角，就是现在的台北市议会的副议长叶林传先生。过几啊年，专案有新的进展，佮和检方去年侦办的这个案件，佮去侵入追查有关系。你有行贿警察吗？去年5月，叶林团办公室的前后任主任洪指控讲，乌西警察暗砍特种行业的业者，经过核实了后请回。这码案件搁在调查，就搁烧出其他的案件。检方向贪污的道理罪嫌，刑法的意图用利报缴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罢免失败了后，有人呼吁内阁都爱改组。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表示，会回应民意去调整人事。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期待国防部长顾立雄会当留落来。然而，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就批评杜英台，讲伊则是爱留落台负责的人。7月2日罢免结果拿被指出，是真侪民意对赖政府的不满，也影响内阁改组的检讨声音。行政院长杜英台31讲，人事必须做出回应民意的调整。朝野沟通的方式，以及人事上，必须要做更多明显、具体、有效回应民意的调整。若是内阁改组的时间点传出，可能伫8月3第2波罢免结束了后，部会首长是不是留任引起讨论。现在的工作是在国防部里面，那我主要就在做好我的这个我们战备准备的工作，其他的部分我想我没有办法能够回答。除了原来的照顾全民的健康以外，特别在推动在健康台湾的11项工作，所以我想，不管是内阁的努力，或者是卫福部团队的努力，应该社会都是有目共睹。区台员讲，卫福部过去1年努力，大家看到，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乐见顾立雄留任，讲顾立雄推卸国军减少职务，降低负担，让部队专心建训本务，加实践化训练，也推卸新式装备处理。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是点名杜英台，才是上应该落台负责的人。内阁最需要具体调整的，就是行政院院长。请卓荣泰自己请辞下台，他带给台湾社会的是撕裂，是对抗，是制造仇恨。从汉光40号到汉光41号这些演训的过程，我想顾立雄部长是相当称职的一位好的文人国防部长。还要用823来做后续的评断，难道不适任的官员多待1分钟、多待1天，其实都是对于国人无情的对待？在野一直批评大政府制造社会对立，交出真歹看的执政成绩单，呼吁爱听民意。立委坦白讲，若是目前政策背离民意，有必要找优秀的人选来接任。记者采访报道。川普对顶关税税率出来，台湾的税率是20%，对美东时间8月初7开始施行。刚一份行政命令当中，川普有公布57个国家也有政治实体的税率。详细进行，咱来连线互公司的国际记者彭主席。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对顶关税，到底对台湾爱扣偌济？他都还是公布是伫美东时间暗时的7点外公布这对顶关税的税率。台湾的税率是20%。根据这份行政命令，这关税税率生效的时间是美东时间的8月初7暗时12点01分。伫这时间了后，
就要照新的这个税率来扣对等关税。刚一份的这个行政命令内底，嘛是总共算起来有57个国家来互公布。伫这个亚洲的国家，其实大部分是伫20%以下，台湾含这个越南拢是20%，马来西亚、菲律宾含印尼拢是19%。日本甲南韩是15%。不过，这甲行政院正前讲的讲法是无同，因为行政院正前是讲是有可能这台美会来做伙写一份联合声明，但是伫今仔日这个行政命令，敢若有美国总统川普一个人签名尔，是并无含其他的国家来联合发布。不过未来若是台美另外讲好这新的协议，嘛是有可能这对等关税税率会高在变化。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北京的报道。美国关税宽限期到8月初1，总统川普是宣布和南韩达成15%的贸易协议，南韩会来投资美国3500亿的美金。因为印度的关税是25%，川普表示这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真大贸易逆差。伫咧家己的社群媒体公布对印度扣25%的关税了，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白宫罗斯福厅面对记者问题时阵讲，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正大的贸易逆差，而且伊有一定程度的罚款。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attack the dollar, so it's partially BRICS and it's partially the trade, this trade situation. It's the deficit. We had a tremendous deficit. So, as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Modi is a friend of mine, but they don't do very much business in terms of business with us. 这人看出川普为了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会去破坏革命关系立场。伊讲，印度进前对罗斯亚采买真侪军事装备，而且印度甲中国拢是罗斯亚能源的上主要进口国，和罗斯亚会当维持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全世界拢无愿意看到的。不过，伊并无解释罚款的内容。印度反对党国大党领袖批评，这是总理莫迪伫经济、政治加战略的失败。 25% tariff on India is a little disappointing on us. We are constructively engaged with the US on the BTA. We are also not certain what will be the added penalty which he is talking about. But at least now we know that whatever we have to do is with reference to 25%. 川普伫咧前一天又个宣布，甲南韩达成贸易协议，关税自原本的25%降到15%，而且美国出口到南韩的货物未扣任何关税。根据这项协议，南韩将会向美国提供3500亿美金的投资资金，并且买1000亿美金的液化天然气，或者是其他的能源产品。南韩总统李在明对此表示，南韩所面临的出口环境无确定性已经消除，也强化双方的战略产业合作基础。 因为欧平最近达成的贸易协议对美国关税降到15%，但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不办冯德莱恩克服川普的压力，批评欧平代表伫咧谈判时阵无够尽力，也伫咧内阁会议讲协议唔是安尼先就算结束。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昨日伫咧罗西亚湾东勘测甲半岛外海有发生8.8的大地震，这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6强的地震哦。加在伫遐的人较少，灾情较无遐尔严重。有专家是警告讲，这款大底地壳所引起的地震，这地震尾是恐惊会延续几20年。 规模8.8强的地震又甲徛袂在，民众惊甲唔知要安怎。手术室内底医护正勇敢用家己的身躯保护患者。職場が海の近くなので、そこで警報を聞いて、で職場の方から子供が小さいので帰るように伝えられたので、子供が家で待っていたので迎えに行きました。 全世界有记录以来第6大强的地震倒来海中，为正阳附近勘察者半岛的3至4公尺悬，千叶群岛上悬5公尺，一直到日本北海道岩手县这个所在，伫当地造成1公尺至1.3公尺悬的海中，搁到夏威夷，也持续杀向太平洋的对岸美国加州，甚至伫1天后搁到南美洲，也是无人敢大意。 准备应对的秘鲁当局关沿海126个港口发布红色警戒，智利也要将海上警报扩大到南极领地。虽然后来有取消部分警报，不过环境也是四界去巡逻，可劝这个看海影翕相的民众，因为表面上来看无大的海中，有当时也是会骗人的。
The first tsunami wave is usually not the most destructive. Many waves come after that. 这个地震是太平洋板块尾落去北美板块造成的。这两大板块平常时因为烧气早连做火，啊，不过北美板块伫烧气真侪年后，因为烧气的力比摩擦力较大，唔再引起强烈地震，而且连带引起正阳北方差不多450公里，靠着切夫火山喷发高温的岩浆，勾发出强烈的红光甲爆炸。 As a result of the sponge bouncing back, it can generate a lot of changes in the seafloor depths. So the seafloor rises and generates strong tsunami waves. 罗西亚地震专家是讲，勘察这地区正特别，除了有汉阳型地震、地壳型地震，也有火山型地震。这个地震尾大部分的持续正侪年，像讲2021年的库苏古尔地震，到今嘛都还佫有地震尾。The total rupture length is on the order of like 150 to 200 kilometers. So it's a huge earthquake rupture. It's this order of rupture length is comparable to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专家嘛警告，这么大的地壳断离去，代表地震尾未真紧结束，甚至伊的规模有可能甲主震相当。这么大的地震力量，也为环太平洋火山大点悬的国家带来问题，因为这有452座火山，地球81%的强烈地震拢伫这个地区发生。 这届强烈地震嘛，搁再示警，环太平洋火山大点悬的任何地震，拢有可能会牵几大关。公司新闻安瑞梅编译。中国搁再因为跨国河流水源的问题，甲水尾国家发生争议哦。中国伫19正式启动工程，打算要起5座水力发电厂，这发电量会是三峡大坝的3倍。也毋过有可能的破坏生态，嘛引起环保团体的注意。 伫咧水尾的印度和孟加拉，因就真烦恼讲，这水源会拢去互中国炸咧。画面顶悬就是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伫开工典礼进前视察工地的情形。中国主导的雅鲁总布港水尾水电工程，简称雅下水电工程，7月19伫西藏自治区的林芝市正式开工。主承包商的国营企业雅钢集团嘛，伫同一天成立。 对喜马拉雅山区冰河起源的这条河，全长差不多是2880公里，伫西藏境内的1100公里，互中国叫做雅鲁总布港。我入去印度阿萨姆省开始，互印度号名做布拉马普特拉河，佮对水尾去流经过孟加拉，落尾会入去孟加拉湾的海域。 包括澳洲 ABC 电视台等外国媒体报道指出讲，水头的雅鲁总布港沿线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化上发达的区域。雅下水电工程计划是软过这个无啥物人的山区，对生态可能造成的破坏是引起外界的关注。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建造超大型的水坝，一定会影响水尾国家对水源的使用。It has raised concerns in downstream countries, India and Bangladesh. India in January had raised concerns with China about the project in Tibet, saying it will monitor and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said that China was urged to ensure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downstream states of the Brahmaputra are not harmed by activities in upstream areas. 对这中国表示讲，已经和水尾国家沟通啊。中方同有关下游国家开展了水文报训、防洪减灾等合作，也就雅下水电工程进行了必要沟通，将继续同下游国家加强合作，造福流域人民。除了生态和水源，工程计划是侧弯处地，加上是用几千公尺的泵坑来进行，伫这个正接发生地震的地区，未来安全使人烦恼。 For starters, it sits right on a fault line between the tectonic plates of India and Eurasia. The epicenter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earthquakes ever recorded, a magnitude 8.6 quake in 1950, was just 200 kilometres away in the Indian state of Assam. Since 1901, more than 4,000 quakes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region above magnitude 4.5. 对外界这议论，北京当局一直强调讲，未影响到水尾国家的水源和民众的生活、生态方面的问题，嘛和各方来合作监控。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英国和法国拢表示，要伫咧9月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加拿大总理卡尼嘛宣布要承认巴勒斯坦国。另外，加沙地区这药剂失当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甚至有难民互泰死。
国际社会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不过美国嘛是挺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出世3个月大的红婴仔欧姆娜瘦到唔食人，伊欠营养需要配风铃，佮需要医疗援助。不过医生甲阿母是完全无法度。 انقطع عنها الحليب ب 10 أيام. نتكلم عن حوالي 80 أو 90 يوم من عمر الطفلة وزنها 2 كيلو و600 جرام أو 2 كيلو 500 جرام، يعني إحنا خلال ال3 شهور。会使讲每一日伫加沙走廊的救援据点，拢有巴勒斯坦人去访台。以色列防指控犯下暴行罪，不过嘛反驳是军中暴动，无得分辨民众甲哈马斯。国际社会甲人道救援组织数次指控以色列当咧对巴勒斯坦做种族灭绝。 军队伫英国甲法国了后，加拿大伫30宣布要伫9月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Canada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 independent, viable, and sovereign Palestinian state liv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state of Israel in peace and security. Canada intends to recogniz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t the 80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September 2025. 卡尼表示，承认的前提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爱承诺即时的改革。2006年举行大选，而且哈马斯袂当参加。巴勒斯坦国爱实现非军事化。加拿大启动向以色列传达明确的信号，向联合国甲其他成员国做示范，也向美国明确表态。美国总统 Trump 坚持一贯的立场，支持以色列，认为承认巴勒斯坦国等于是中伤哈马斯。另外，包括阿斯科奖得主阿贝拉罕、前检察总长本亚尼等等在内，总共31位以色列的头人联名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毁灭性的制裁，一直到以色列结束这场残酷的行动，并且永久停战为止。公司新闻黄云林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联准会将以2票对2票维持利率不变了后，川普今仔日搁再批评联准会主席鲍尼，讲伊反应慢顿，无适合来做主席。那鲍尼是伫咧记者会当中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讲这项制度安排是对公益有利。再来，印度扩大支持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和南韩的主权独立立场。所以由飞弹驱逐舰反舰巡航舰，也搁有由廖波吉舰组成的印度东方舰队，7月30日停伫咧马尼拉港，准备要和菲律宾的海军伫咧南海争议海峡来进行头一届的联合巡逻。再来，缅甸军政府将有宣布国内的紧急状态是结束，嘛赶紧筹备12月要举行的大选。反对派组织已经是呛声讲要来抵制选举。观察人士是表示，军方要拍算要利用这届选举来稳定因的权力。镜头转到国内，台中太平一间牛肉面店昨发生火烧的事件，造成死者的3代人有5个人掉伫2楼。虽然警消真紧就赶到现场，也毋过因为这铁窗封掉咧，2岁的查某囡仔，还佫有1岁的查某囡仔，和阿公是救出来时阵都无喘气，嘛无心跳。落尾敢若1岁的查甫囡仔有救回来，这导火的原因是还佫继续调查。透天厝叫大火烧起，火烧甲前内，佫有真大的火焰冲上天。毋过传出祖孙3代，有3大2细掉伫2楼的露台，消防人员赶紧救援。虽然消防人员按算为2楼救援，毋过无法度治疗遐个人。1楼完了派人员搜救，总算甲掉伫内底民众陆续救出来。31日早起，这卡刀一间伫台中太平牛肉面店熊熊大火，掉伫内底5个人，有2个细囡仔，1个大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虽然经历送医，50岁的阿公甲2岁查某囡仔也是救无倒来。火势在是在中后侧，那中后侧的部分，它火势的燃烧，因为它这个可燃物的部分还蛮多的哈，所以它的火势还蛮大。那它火焰的部分有往2楼去做串烧，那串烧的话，因为浓烟会带到2楼的前舱的一个房间，哦，所以造成他们在逃生上会有一些困难。警消表示，导火点初步判断伫1楼，毋过因为透天厝囤真侪杂物，火炭甲真紧。当时困伫2楼，四下一家伙仔叫警报器惊精神哩，嘛遵照救援人员的指示关门等待救援。毋过因为铁窗甲2楼拢封死，地势救援真困难。因为他们的阳台2楼阳台是
完全是封死的，而且是用那种所谓实心的那个钢筋的那种铁桩那加上它2楼的那个整个广告看板把它封死所以我们同仁第一个也不容易发现它，第二个是它那个铁桩根本就第一时间很难破坏。火调人员嘛，倒来到现场采证，要查清楚火警发生的原因。这场火灾夺走祖孙的性命，还有3人伫病院急救。记者采访报道。新竹市环保局监测水圳内底的图，发现到重金属水银钞票，通知农政单位检验动作物，结果是发现有3大农地种出来稻啊，这水银的含量拢是钞票。来检测土巴时阵嘛，发现钞票的情形。农地去互污染，农民向市议员申请。新竹市府有派人去甲这寡稻啊拢甲处理掉，嘛强调讲会来保障农民。若这个污染源是得到，是还阁继续调查。铁牛仔驶入去田里，把已经结穗的稻仔拢挂起来。这个稻仔风验出重金属汞，也就是水银超标。不过连续几日刚落大雨，去找到处理的时间。31早起，新竹市产发处派人去处理，确保受到污染的稻仔袂流入市面的。将污染的水稻送环保局销毁，来保障消费者食的安全。那针对受污染的农作物，予以补偿农民，保障农民的权益。去找到处理的这几天，农民心肝内是真烦恼。目前有掌握到3地田，差不多1940坪，土巴甲稻仔内底的水银拢超过标准。有农民怀疑是甲隔壁已经收起来的工厂，因旧年开始整地有关系。去年10月动工开始整地嘛，之后才发现这种问题。已经种作40-50年的老农民讲，隔壁这间已经关起来的工厂，去年捌发生过严重污染的事件。早伊白关工厂拢白水路啊，在水沟嘛，阮这盐田拢在水沟里去，定期用那个正高水有污染的。汞污染是重金属对人体有严重的伤害，希望市政府要能够严正的来处理追踪这个污染源的元凶。检验的结果出来10天了后才处理。新竹市环保局去外界指讲是要做手，因出来赔回讲，这个案件是因为环保局主动监测水圳下底土巴，发现超标，才赶紧通知农政单位来检验农作物，才发现的。另对于3笔地号，后续将进行公告列管，并强制停止耕种，以及进行污染整治的作业。污染的来源还未确定，环保局倾向也无要公布地点。若环境部指出，今年6月进前拢无发现这个农地受到污染，即嘛既然确认，就要做整治。若整治的费用袂是农民来付，是会由污染的行为人来负责，所以厘清污染源是刷落来重要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真出名的福源土豆酱前几日封验到2批黄壳毒素超标。卫生局对查了后，搁再发现1批今年9月初19日的产品，嘛同款是无及格。目前是要求业者都要落价，然后全面停止生产，也会照是按法来开发。几啊店馆原本摆卖的土豆酱，即马已经全部空去。新竹有名的福源土豆酱，顶日分别伫台北、甲桃园，互人验出黄壳毒素超出标准。新竹市卫生局派人稽查了，搁再发现1批土豆酱产品无合格。要求业者需要全面停止生产土豆酱产品。检验结果黄曲毒素仍为不合格，卫生局即刻启动现场查核，并责令业者办理问题产品的回收，暂停生产该类产品，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裁处，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造成客人的担忧，对，我深感抱歉。依上架的都把它回收，该退款的我也是做初步的叫他们退款，收回。业者除了出面回失的，也讲会甲产品回收，不过也强调家己做土豆酱60个外档，拢无染到任何的添加物，即个出问题有可能是原料出问题，会赶紧找出问题的所在。60多年了，我一个防腐剂、乳化剂，所有的添加物完全不加的，那这是有问题，也是我觉得是农民的花生原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做出来，我就去做他们做好的花生给我，我当2天我就把它做完。新竹市卫生局表示，黄壳毒素是高风险的致癌物质，
定出现伫土豆、果子仁这的原料顶悬。目前卫生单位已经要求业者全面回收、全面停产，也表示后续依照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罚6万以上至2亿以下的罚金。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国健署公布2间加热血厂商，总共是14项产品带条件通过审查，这个代志嘛引起批评。有医生和民间团体都认为讲，目前包括检举、违规的罚金等是拢无配套。国健署强调，目前敢若是带条件通过，毋过上市的时间是还未确定。国健署伫顶日对外公布，日本、美国2间加热粉的厂商所申请的14项产品有条件通过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加热粉未来有可能会伫台湾合法就市，这也加做2029年世界抗粉大会讨论重点。医生和民团针对国健署通过加热粉就市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当初这个审查办法它就没有罚则啊，它本来只有通过跟不通过，它并没有像烟害防治法有写这么多的罚则。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这个补充的办法？说，那你哪一点没做到，我要罚你多少钱？还是说，就真的，如果照现在的说法是说，那你只要任何一点没做到，你就要下市？医生表示，不管是纸粉、电子粉，也是即摆有条件就市的加热粉，危害的程度拢是同款的，拢有尼古丁，食粉拢是会食掉的。有专家也呼吁国健署，包括买卖通路、警示标记和违规的罚金，拢要赶紧定出相关的政策，赶紧公布。国健署是表示，目前加热粉只是有条件通过，就市的时间也未确定。怎么严格在做这个拒售烟品给未满20岁青少年跟孕妇等这些易敏感族群。另外就是对于贩售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请他要对于每个贩售点的一些要求。国健署强调，若是未来2间加热粉厂商有违规、无愿意配合的行为，拢会马上取消资格。另外，未来也会针对加热粉条例使用者提供改粉的服务，希望会当减少烟害对个人的影响。记者陈选王兴忠台北报道。8月初一开始，80岁以上的老大人唔免把屎尿表，就会当请外籍义工。多立委是烦恼讲，在重症患者，还有一寡失智症患者的家庭会真恶请。卫福部是强调，会先用列出通道，带先来照顾重症的民众。为着应应当年相关的失智症需求，卫福部提出失智症政策纲领3.0。不过，民进党立委林月琴是烦恼，8月嘛得要上路的80岁以上长者免凭巴士量表，就会当聘请外国籍看护薪资。劳动部推算会增加10万人提出申请，失智症患者家庭恐惊面临移工更较歹请，薪水更较悬，而且有钱嘛请无。失智症患者家庭从来都是被移工挑选的。那而没有选择移工的条件，可是压力现在来了哈，那总是要面对嘛，包含了我们的社区的据点，好，然后我们的家屋跟我们的共照这些，那我们的部立医院也非常努力，有相关的床位出来做协助。国民党立委王耀敏指出，连长照司副市长都特别承认，长照适龄顶级评估爱开真侪时间。对于外国籍看护家庭来讲，空窗转换期无法度使用长照2.0，所以也是无包含伫长照系统内底。国家巴士量表加长照适龄评估无整合，互案主爱开真侪时间。这个怎么样去转衔？怎么样衔接？怎么样整合？我希望这个你们可以从使用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不是2套系统一直各自重新再评估，那个浪费的就是这些案主的时间。我们会加速，而且我们那天已经说过，我们尽量在这些尤其是重度失能的家庭里面，我们会用绿色通道来尽量协助。卫福部是讲，重症优先保障加热些通道，不过安怎落实照顾的品质甲执行细节，只是下一步的考验。记者采访报道。但是顶个月起价了后，为着要补贴花莲台东的民众，专工伫咧订票系统有增加点数回归系统。也毋过最近有民众是发现讲这个系统常常出问题，代替是强调会赶紧来改善，嘛会使用人工来补电机。用手机入去代替的订票系统，花东的民众订火车票了，应该能看到买车票的金额依照比例，会让伫家己口座内面得到一寡点数。不过，这套系统拢无反应，因为点数也无多，这样子人是不要紧。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成功了。汇的金额蛮少的，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
严格已经有的点数其实就有法律的保障，虽然无济，严格对一般上下班族来讲是加减袂当补贴，所以就让家议长定情。他可能系统出了问题，然后他也没有主动通知乘客，就是我们要本身去查询才知道说，那个点数没有进去，对，所以他最近会用人工来补登作业啊，不会让花东居民。就是说，他那个加倍回馈来消失。代替讲，唔是因的系统有问题，是旅客伫咧订票时阵，系统会向户政系统确定订票人是唔是涉及伫咧花东。验证数量若伤济，负责检核户籍的单位就会启动治安防护机制。问题现在大部分都出在身份证字号不是 V 跟 U， 然后涉及在花东地区的。这个我们去捞资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问题。代替讲会协调电信业者一个户政单位，自8月出现了会优化并且调整严正的频率。伫即卖成员人工来补登记，应该月点数拢会互民众，绝对袂影响订票的权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客委会有推出客家币，一个打抓鼓励民众去客家店家消费讲客语。即马都有一寡推出台语的幼稚，有整理台语有线商店的地图，嘛伫咧湘北地区要来募集台语有线店家推出台语菜单，嘛翕影片宣传，希望讲大家做伙来创造有线的台语环境。你好，这有菜单，这嘛有台语菜单，有板凳红豆，大家好啊，还有真侪口味。毋但有台语菜单，头家含人客用台语互动开讲，嘛提供优惠鼓励愿意开喙讲台语的人客。这是民间团体大家讲台语最近在台北、新北推行的计划，希望募集台语有线店家。目前已经有一寡少年头家加入，有做台语乐器的，嘛有厝内卖水果、卖冰的，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伫生活中创造讲台语的环境。家己想要食啥，家己讲，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嘛想要互较无机会讲台语的细汉朋友，会使去使用这过程中嘛足趣味的，嘛足好耍的。面基林的口味因为顶悬伊拢有写讲台语要安怎写，若是真正袂晓念，阮嘛有录音，你会使听。大家讲台语的共同创办人讲，因过办活动，定有民众反映讲，伫咧北部想要学讲台语，却定无机会，也是感觉碍羞，毋敢讲。团队今年申请到文化部的计划帮助，希望透过提供台语有线店家的打抓，佮有甲店家拍影片推广，要结合店家的力量，做伙来打造一个搁一个有线的台语区。就是所有意见拢共款，需要的就是一个环境，提供消费者一个小小的优待，安尼互伊有更较直接的动机，会当讲因为我会使摕优待，所以我来使用台语的菜单，甲讲台语来注文。其实，因过伫咧网络，民间都有人发起台语有线商店的地图，甲愿意甲人客讲台语互动的店家记录起来。因为今年大家讲台语团队进一步用实体的互动，鼓励店家和消费者用台语点菜，嘛通做伙学播讲美式的台语。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伫屏东东港开启强山洞有推出家长体验，那后民众体验开面，嘛学一寡家长的骹步动作。老一辈面师甲这技术传承，互咱的少年师傅，希望讲改变外界对家长的刻板印象，带大家做伙来认捌这个真水的传统文化。阮的面的腔调，阮的是本身的是较粗线条。底色拍好，少年画面师足专心，一笔一画，甲面谱的线条画好势。老一辈师傅伫边仔指导。画好了后，两个世代的画面师才做伙讨论开面的手路、色水。烦恼这个技术消失去，屏东东港开启强山洞的老画面师，配合庙方推出家长面谱体验，互这项传统会使延续落去。老辈伊教的，伊袂像迄聚会啊，一代传一代的，甲聚会有时甲要传承落，要老花要啥物话要教，有时。这种的咪讲3、2天要教，就是除了开面体验活动，嘛会教民众曲尾步、跳家长的一寡动作。东港的开启强山洞表示，因算是当地家长文化的源头，嘛是文府千岁七角头之一。毋过庙宇甲家长后来拢互人歹印象，几年前就开始甲庙宇文化结合教育活动，带民众重新认捌家长的文化。祈祷因就是甲阮教讲，出门也是。装家长就是一定爱遵守规矩，袂使部分人食薰翘脚，
袂坐姿要有坐相，互伊有体验到即种面谱的即个一寡文化，也是家长的精神。总干事表示，接落来伫10月甲12月，阁会结合王俊文化馆举办家长的体验活动，希望吸引愈来愈侪人斗阵改变对家长的看法，拍破学家长拢是歹囡仔的印象，做伙感受阵头文化的提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日本的伊势神宫，每20年都会定期新的宫，互因所服侍的天照大神通住伫新厝。但是要起神宫的8年前，就慢慢啊开始起路，嘛会伫咧神宫前的树林内选出1万张超过200年的香鹅。一寡准备作业，也佮有祭奠仪式，因为真出名，所以定有居民啊，佮有游客来看，嘛真做当地的观光特色。倒茶声音真有节奏，了后大树就慢慢倒落去。这是日本三田县伊势神宫每20年都会办一摆的圣年签宫，也就是每20年将包含内宫、外宫、14个白宫，还有一口五帝桥等等，照原本形式全部定期一摆。神宫殿所需要建材真多，所以伫专家建议之下，制定神宫森林经营计划，用200年到300年做一个周期。种新的ヒノキ，种树的山也被叫做牛面山，一片种满ヒノキ的森林叫做香叶林。设伫流经过伊势神宫的50川的水头，每年到选树的时间，会为香叶林内底找出1万丛树龄超过200年ヒノキ来厝，其中要起本宫ヒノキ都爱超过300年以上。每一个ヒノキ有2度，运到神宫爱靠50川的水流加上尽力，将ヒノキ放伫木架啊，拖到8公里外伫水头的伊势神宫。这时阵，数十个拖的人员会往那画口号，由上头前人员引导去神宫。えいやえいやっていう力強い掛け声と、あとこのヒヤリも、途中で交えながら皆さんが一生懸命弾いてる姿がすごく感慨深く印象的でした。伊势神宫这个山宫传统维持1300多年，顶一摆是伫2013年。因为工程真大，常常下伫山进前8年，就是今年开始慢慢起新的宫殿。这建筑技术就叫做牛面死祭，会吸引真侪在地居民游客，甚至是伊势神宫的神职人员来看。为今年开始到2033年，神宫定期完工之间，也有不少仪式要举办，正互这重要文化祭典加做伊势市观光特色之一。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辑。再来从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3度，南部地区25度至30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再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